为对国民党的传统票仓台东县上届嘅立委选举，民进党无推出候选人，由国民党嘅王庆婷赢嘅。王庆婷立民党县嘅台东县长，推动民进党参加补选嘅赖坤成，在赢嘅国民党提名嘅孔立子为4000票。一摆立委选举由刘赢嘅前台东县副县长刘少豪同南洋现任议长尤庆林，吴东市的前县长吴俊立。特别林正杰韩国台湾六党嘅车文汉来表务，南表下面是在整合地方势力来争取中间选票，为家庭选举嘅结果。国民党是为邀请领导农民教育之节，希望做得很难了解成人问题。作为客家校长嘅，若推动提出嘅5议长，于是民主基础落5线县民认同，代表国民党ở裏邊推動每一個立委席次。我堅持台東優先。民進黨是被客家社黨劉朝河要發表嚟專業排檢，是擔任過台東人嘅副院長。呢擺日本黨中央提名，用同時兼顧理性到感性嘅現象參選立委。老本央講正強用都係來自國民黨楊公坡，都是擔任過台東院長嘅吳俊立。呢擺係用冇黨是被宣佈加入競爭。對3屆都提防要當做設立嘅候選人，對台東人將嘅重點靠將權事故一股嘅客家鄉親，會有高度嘅期待。行業來了，都大家有賺錢咯，將會有慢慢建設起來啊，將會總督將會有伊個建設有名聲啊。錯嘅火車，落野錯、關山錯，我哋水源都冇自強下好錯啦。我希望講嘅萬人先黨，希望講嘅啲水源我要個自強下好錯嘅樣啦。客家傳統教育係客家妹包括該部分一定必要。台東人嘅客家族群因口長數半年出名，要將佢5萬張票。那麼政治基礎強攻客家票，3屆候選人都分別針對文化和產業提出意見。將來到中央之後呢，能夠跟客委會來合作，來爭取這樣的一個計劃，來做台東縣境內的區域結合，而且是客家莊的異業結合。每一個禮拜有一個客家話日、客家語言日，每個月有一個客家文化日，讓這個客家文化能夠非常活潑的在社區裏邊，然後它被活化起來。東部好山好米呢，能夠推廣這個酒廠的設施呢，我想這是非常重要。不只在農業的提升，或是文化觀光、客家園區所有一切的這個文化提升，最重要是附加的產值。禮拜六嘅選舉對台東選舉，選舉人口將權18萬，南部全鄉即刻做民調，兩邊所爭問題。雙方嘅民主基礎圖都係會做到3相變呢。劉朝河台的現任立委賴坤成得到民進黨提名，國民黨邀請人強用係鬧吳俊立嘅政治黨提名當中打仗，所以泛藍會有選票衝突嘅小利。除了政治人出面鬧客家族群嘅認同，國民兩黨嘅候選人係咪做得引起黨人嘅向心力，更加來到中間選民嘅基礎，造成到嘅家庭素養嘅關鍵。係咪其中台東